什麼是可乾洗？確定服裝是否可乾洗的主要規則是首先檢查護理標籤。根據澳大利亞法律，所有在該國製造或進口的服裝都必須附有氙氡含量標籤和護理標籤。製造商、供應商或經銷商有責任確保粘貼正確的護理標籤。澳大利亞競爭和消費者委員會執行有關護理標籤的嚴格規定。ACCC 產品安全網站上提供了詳細指南。此外，澳大利亞乾洗協會船提供了有用的指南，幫助你了解護理標籤上的各種符號。如果服裝沒有護理標籤，建議在繼續之前諮詢高級工作人員。與客戶討論潛在風險也很重要。如果客戶批准清潔，則應記錄他們的同意，以確保清楚記錄他們的決定。進入乾洗店的大多數服裝由以下材料製成：天然纖維如棉、麻、絲、毛等；人造纖維如聚酯、尼龍、超細氙氡；人造絲、醋酸氙氡和尖膠氙氡等兩者的混合物。所有這些以及更多的變體都可以安全地乾洗。需要注意的是衣服上的皮帶、紐扣和裝飾品，以及衣服上的污漬類型。衣服上的護理標籤應提供有關如何清潔任何裝飾品的說明，並且需要格外小心。在清潔帶有裝飾物的服裝之前，請與客戶討論潛在風險，以確保他們理解。對於高風險項目，應徵得客戶同意並記錄其批准情況。